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珠海市斗门区教育局副局长王凯。5月20日下午5点半到6点半，我和我的同事将做客斗门电台服务群众敢担当928民生热线直播节目，就招生工作、学区划分、教育教学、均衡发展等方面的话题和市民朋友们交流，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节目。您提出的意見和建議，我們將熱心解答和跟進處理。歡迎你參與 FM 92.8斗門電台服務群眾敢擔當928民生熱線節目。民有所呼，斗有所應。如果你對民生大小事、社會公共事務等有意見或建議，歡迎你喺節目直播期間撥打熱線電話5213-640、5213-740，與主持人上線單位即時互動，上線單位將現場為你解答。另外，如果你對本期內容有任何意見和建議，可通過今日斗門微信公眾號嘅互動區域，或撥打24小時熱線電話5213-640、5213-740留言，我哋會認真篩選並轉交相關部門，喺跟住落嚟嘅直播節目中及時反饋。